我双眼全盲，所以我用耳朵观察这个世界。因为我看不见，所以我听声音的点点滴滴。我是王俊杰，你所收听的是耳朵带我去旅行。在这里，我们听声音的大小事。欢迎你收听耳朵带我去旅行，我是王俊杰。在我们这一集节目进行的接下来隔几天呢，就要来今年的金曲奖颁奖典礼吼。好，那今年的金曲奖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也不知道，我们就期待颁奖典礼那一天来看看金曲奖今年会发生什么事情。同时呢，我不晓得大家，如果你很爱华语音乐，你会很关心的话，但你平常没有什么时间听那么多音乐吼，你是否有花一点时间，你可以从入围名单里面呢，听听各种各样的今年入围的音乐类型，从演唱类各族群的演唱类一路到演奏类专辑，你都可以听听看。你会发现有很多很多的专辑你可能从来都不知道，然后呢，甚至于有很多入围的人他到底是谁，名字你可能都没有听过。好，你要说他们不够红也可以。好，那你要说怎么现在好多人你都不知道他是谁，其实很合理哦。现在很多人你要知道他是谁，还反而蛮奇怪、蛮困难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因为现在分众的时代哦，现在这个时代其实能够把自己的小众顾好，就已经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了。就别说还想要让很多人都认识，基本上那个除非是花很大很大很大的力气，比如说我们认识的韩团，好了，我们知道的这些销到国际各个地方去的韩国艺人们，事实上他们背后除了他们的经纪公司、他们的唱片公司砸了很大的钱以外，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国家花了很大的力气在把这件事情做一个很重要的行销。除此之外呢，你算一算这世界上有多少当今此时正红的艺人是你认识的，比起20年前、30年前，甚至于你小时候，你数得出来10个吗？恐怕没那么容易哦。那原因在哪里？就是我说的这一个时代呢，是一个资讯太多，然后很负责的爆炸的时代，所以你不知道一点都不奇怪。好比说，我举个例子，我曾经在歌唱班上面，在我的歌唱班上面，我有一些学生听的华语流行歌，很多，比我还多很多。那我就问他们郑宜农，我想说郑宜农应该还算他虽然是独立歌手，那还算蛮多人知道的。而且郑宜农也曾经在台语的金曲奖，大放异彩，然后也有一些当时台语歌的争议，结果啊，没有我想的那样，很多人不知道郑宜农的歌的声音长什么样子，也不知道他的歌长什么样子，所以在这个时代啊，有很多人你不认识，不代表他的音乐不好，实在是因为这时代要让你认识，反而非常非常的不容易。比起那一个网络还没那么发达的时代，现代人要让你认识真的很不简单哦。那所以过去的歌你会唱，过去的歌你会记得。我们现在在选歌的时候啊，也常常就是要表演的时候，总不能都唱自己的歌嘛，也会想说要唱个别人的歌的时候啊，我们都面对一个困境，就是他说不然挑新一点的歌，就很尴尬，就是那到底哪一首新一点的歌是大家都能唱的呀？我常常为了这种事情伤透脑筋，所以我们就往回推，我们挑新一点的歌，可能是15年前、20年前的歌。比如说你会记得勇气啊，你会记得分手快乐啊，你会记得伤心酒店只有后心声空笑帮，然后但是那近一点呢，你会记得什么？你都可以算算看你不记得不代表它不好，都是因为这个分众太细了。那在金曲奖前夕呢，有2位重要对于
台湾音乐很重要影响了2个人，有一个人你一定都知道的是黄大炜就昂的吼，那但是另一个人你都不会知道，你可能不那么清楚，一个是洪地七，想这个你敢有听过？咱先对黄大炜开始。城市一片漆黑，谁都不能看见谁，除非轻轻依偎。我让自己喝醉，没有你我就不能入睡，整夜又整夜的徘徊。好，黄大炜呢，他1964年出生在香港，然后他小时候就移居到美国去了。所以整体来说，我们应该要称黄大炜，其实他应该算华侨了，他算是一个外国人。那黄大炜第一首红的歌，并不是你把我灌醉，而是这一首歌让每个人都心碎。那不管是让每个人都心碎，或者是你把我灌醉，在 KTV 都还是经常被点播，都还是经常被点播。那延续我刚刚说的，黄大炜的歌当然很好听，但你会记住他，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一直被传唱，然后呢，他一直铺天盖地的被记住。那他被记住的原因呢？当然除了 KTV， 还有以前各式各样的媒体。但如果我们把时间放到现代这个世界这个时代，黄大炜的歌是不是会彻底的被传唱呢？我就不那么确定哦，我真的就不那么确定哦。好，那所以他会创造一个当时集体那个时代的记忆。那黄大炜的音乐风格呢，其实就是非常的美式啦。在那个90年代，1988年以后的整个世界的音乐风格，黄大炜大概就可以让你知道，整个很美式的音乐就是长那样，然后包含它的鼓的音色、吉他的音色，你听听看，都跟现在有一点不同。寂寞是被原谅的罪，爱情怎么让每个人都心碎。如果你超过35岁以上，你会听到这个音色，这个痛，也许你分辨不出什么来，但你会发现一件事，就是对，这个声音就是一个时代的记忆，然后那个小鼓都要亮亮脆脆的，然后呢，那个音乐的编制有一种bling bling 的亮晶晶的痛，然后呢，黄大炜的曲风也非常，就是那时候美国式的音乐的长相，然后 solo 长这样。电吉他的一个时代感。好，那是一个很吃乐手技术的年代，是一个超级吃乐手技术的年代，然后也是一个超级吃歌手技术的年代，在那一个曲风，就是要唱得非常的声嘶力竭，然后非常的深情，这种气氛的某些曲风，比如你会想起88岁山呐，你会想起那个 Celine Dion， 你会想起玛丽亚凯莉等等等人，有没有？那这种风格呢，当时在整个世界为潮流，然后黄大炜也在这时候出现，他基本上用一个外国人写华语歌的样子来写华语歌给大家听，然后抒情摇滚的样子的这个黄大炜的风格就这样出现了。
前奏和尾奏相互的呼应，然后让你记忆深刻的旋律，让你容易记住的一些标记，包含了这个间奏等等。我们之前在很多集的节目当中都会讲过类似的例子。那这里八卦一下，黄大炜他的背景还蛮有趣的齁，他自己本身呢，他是一个很棒的吉他手，他会弹吉他，也会玩电子合成器，然后也会弹琴，所以呢，应该说他就是一个全能的音乐人，他也会编曲，所以他自己的作品常常自己编曲，然后甚至于很多乐器都自己演奏。他在2000年的时候得金曲奖，得到了那个最佳的编曲奖哦，就是当年他的专辑呢，大多几乎都他自己 play 自己编曲，然后自己作曲这样子。对，然后呢，他的家世也蛮妙的哦，他自己他出生于香港嘛，他爷阿母是张学良啥我忘记，反正呢，那个传奇人物少帅张学良吼，严格来讲。黄大炜爱叫伊背公，真出名对吧？到了1990年的时候，黄大炜这一首超级经典的歌，无数人翻唱。我在 pub 里面听过黄小琥老师唱过，然后也曾经听过那个Billy 姐唱过然后在夜店里面唱这个歌，就是被拿来唱，一样是抒情歌，但这首歌又比刚刚比刚那个让每个人都心碎又更高阶了，这个编曲很有 sense， 很难，然后旋律更加的创造出一种黄大炜的风格，在华人市场当时这样子做音乐的人几乎没有，然后唱这种抒情摇滚，当然那个齐秦也唱了很多抒情摇滚，赵传哥也唱了一些抒情摇滚，但基本上比较华语式的，比较东方人士的，或者像齐秦有一些比较 New Age 的，那但后来齐秦也有一些比较西洋歌的样子的，但是如果要这种很纯种的，大概就是黄大炜先生的你把我灌醉。这前奏都不会有人忘记，2个和弦而已，第一个和弦，第二个和弦。城市边缘开，把车窗都摇下来。超级经典美式的抒情摇滚风格。孤单，被热闹的夜赶出来，却无从告白。很熟悉的那种那个年代的鼓的痛。这种小鼓我们称之为叫808，它是电子鼓的一种声音，然后电子加上真的声音。让我制造伤害，你把我灌醉。好，最经典的就是一定要有铃鼓那个时代，有没有？扛下了所有罪，铃鼓。然后要有好听的电钢琴，而且是那种 bling bling 的声音，很标准的当时的抒情的西洋歌的做法。来，电钢琴，澎湃的，很多重复的句子，噔噔噔噔。一直重复给你听，亮亮的 bling bling 的小鼓，听到了吗？弦乐才出来，然后慢慢的听一下再过门，还没哈，噔噔噔噔噔，电钢琴。噔噔噔噔噔噔，让我制造伤害。好，过门。你把
非常华丽，而且也有一个技法叫 roll cymbal， 就是那个爵士鼓上面有一个 cymbal 哈，它就这样这样子啊，大家听过吗？是不是非常的怀旧？但是呢，到现在听还是非常非常之华丽哦。然后超级西洋歌加上华语词的概念，好，熟悉的电钢琴 bling bling 又要给你了。流行，再来一个 bridge C 段，90年代最流行的主歌副歌完，来一个 C 段。在当时，这个和弦算是堪称为经典，非常复杂的。好，那一样，每个时代电吉他都是重点，和弦一样很稀花。配器非常的少，然后鼓、贝斯、木吉他、电吉他。电钢琴，还有一个淡淡的弦乐，等一下用电吉他来带动，往上拉半个音就可以转 key 了。滑上去，现场 live 的关系，刚刚有一小节大家有一点掉了，所以你听到鼓大的2声，就是进副歌的时候。这就是你把我灌醉。roll cymbal， 你看经典的尾奏又用了前奏，2个和弦，有没有觉得黄大炜很像唱《狮子王》？这就是在90年代让许多人都认识，而且在 KTV 卡拉 OK 里面不断被翻唱的、被演唱，它到现在还是会被点播的2首歌。好，你把我灌醉，但这最早其实应该是让每个人都心碎。那我想在今年的金曲奖，大概黄大炜一定会被提到，甚至于被做一些介绍。但我更期待的是，接下来我要介绍的这一位洪第七昂地七先生，伊买当红讲到，很多人在听我节目的同时，你可能听都没听过洪第七是什么人，也不过昂地七伊的歌你有听过。他其实在最近也离开了人世也是90几岁高龄哦。然后他离开，但他留下的作品你可能都搞不太清楚，然后你也可能甚至于我今天讲你才知道有个人叫洪第七引到100行第7的啦，然后他一生都在20镇公所，就是中华20镇公所底下咧做公务员所以公务员是伊的正业唱歌是伊的副业但是伊的副业嘛，给伊带来真好的成绩。伊除了会唱歌以外，伊个会晓写歌。不过伊写的歌真侪的歌拢是用日本曲，伊填词用日本曲，因为伊早年留学日本。那为什么遐尼侪人伫早期的台语歌会用日本曲来写词咧？这后壁其实有故事伫哩。咱先互大家知影伊上红的这首歌。很多人以为这首歌是洪一峰老师唱的不是，最早就是由他这位我们的洪第七老师他所唱红的怀念的播音员，这是日本的卡拉。好，因为这歌原本是日本歌然后当时很多台湾人写词，然后呢，甚至于直接就把日本的整个卡拉买过来，然后就当成唱进去，就不用再乐队了
为你在空中相会。如果你愿意的话，欢迎你戴起耳机来听，你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秘密。彼日予我忍不住，为你来心悲醉，所以要叫我怎样来对你表？如果你有戴起耳机的话，你会发现一件事，你发现它的 vocal 是偏一边的，然后音乐是stereo 但偏另外一边。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刚刚讲了，那当时他们买的卡啦，直接来录音，那这个很容易就有一个特色会跑出来，因为当时的录音只有2轨录音，那 vocal 呢就无法置中。所以它只好偏了一边这样子而且在录音技术上，你还可以很容易分辨那是哪一家唱片公司的。当时台语歌有2间唱片公司，一间叫5号唱片，一间叫做亚洲唱片。然后这个录音的版本很明显的是5号唱片的录音的版本。那等一下大家听这个日本曲等一下有一段很精彩的这个爵士乐的 swing 的 solo， 你可以听一下播音声，介绍我心空虚，爱你在心内，可惜无勇气表示，就是怀了。好，来哦。你会听到有一个这种电子琴的声音，当时这个电子琴叫做魔音琴，它会用很多这种很有趣的音色，就是电子合成器的声音。怀念的播音员这首歌，洪第七老师一改填词，这个故事是这样，洪第七老师呢，他早年参加的中国广播公司的歌唱比赛，中广的进行迄个赵少康在做当时定位间啦，较早我上班的所在。那洪第七老师呢，参加歌唱比赛呢，他本名当然不叫洪第七不小心被主持人叫错名字了，然后呢，也被当时有一个主持人叫做周晋生老师，周晋生赏识。那当然，接下来洪第七老师就开始发专辑，然后他的世界开始表演开始唱嘛他们这个周晋生老师两个人就变成真好的朋友。周老师他是一个很棒的当时的知名的广播主持人这当我们现在的人都不知道，不过我知道在那个当年他真的非常非常的有名，而且他就像广播公务员一样每天都做起很场的节目。那洪第七他跟周老师有很深的感情，然后当时的广播节目大家都听过，就是有真侪人下配给主持人，然后真侪人对主持人有真侪的梦想，有很多想象都叫叫做空中情人或梦中情人。所以大家不晓得知不知道，以前有一个广播情人有一个甄选叫做广播情人。好，然后呢会甄选，比如第1名是谁，第2名是谁，第3名是谁，这样那个在那个时代，它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那洪第七老师呢，就有一段时间，他都每个礼拜会选一天去到周老师的节目，去遐甲伊做伙主持节目，做伙甲听众朋友开讲，而且呢，因为
我都要讲过有这个广播情人啊，真侪人对这个广播人员有真侪的幻想啊，所以翁德七老师伊就来替周老师来写这首歌，叫做《怀念的播音员》，而且这首歌嘛，成为真侪播音员的代表歌吼，因拢会把这条歌，后来还有很多人把这首歌都拿来变成他们自己节目的开场曲子吼。关于主持人唱这件事情，我也听过我另外一个主持好朋友哈跟我讲过说，因为我想说到了21世纪这个世纪还会有人写信给广播人吗？我那天我有一个朋友就说有哦，他说他最常收到受刑人的来信，而且受刑人还会画他的画像，想象说他长什么样子，然后寄来给他看。然后他说他也会收到一些听众的礼物，比如说对美国寄来这个有趣的小玩物，或者是欧米茄等等，甚至于还会有听众曾经在楼下要堵他，电台楼下要堵他，然后送他虾排，自己做的虾排所以你就知道广播就在那个时代，在我小汉的那个时代，一辈分真侪人都会真侪日子，让给很多人有很多想象。不只是那个时代，包含是这个时代，广播主持人都还有一个你想象不到的魅力。翁德七老师这条怀念的播音员，很多人翻唱，包含齐秦也翻唱过那到现在很多的台语歌的演唱会现场也都会在唱这首歌。除了这首歌以外，翁老师也有一条歌，大家你可能不一定知影名，也毋过你一定嘛听过。这首歌的歌名叫做《28个月台票》，互你听看卖啊。我也给你听的是最原版的后来方瑞娥啊，很多人都有唱过，江蕙啊翻唱，但前奏几乎没有人改过。好，你戴起耳机一样可以听到一样的状况。为着要甲伊相见，走甲面青青，前后开船拢袂离，满身流汗点点滴。无情夜车醉来开出去，害阮看无伊。大声叫伊名里伤心泪滴，我台票替阮比。再会啦，再会啦。袂知再相见。这让我想起了一个记忆，在我小时候，那个火车亚班的火车，现在没啊那阵的亚班的火车，它会可能最后大概11点多或12点多12点从台北发车，然后也许往东部或往南部呢，然后到了高雄正好天亮我还坐过那样子的车，然后悠悠晃晃的深夜的火车，那坐起来给人一种很孤独的感觉，然后但是有一种很潇洒，觉得自己好像要去哪里很远的地方，带着一种飘飘的心情要去流动的感觉里面一定如果你是一个跟男朋友或女朋友刚分开，一定也充满了很多很多的情绪。听讲这首歌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所写出来，不过到底是什么故事，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可以去查看一下。那这首歌也是一样，是日本歌翻唱的台语真侪日本歌然后翻成台语写成台语词非常多。你讲为什么那些台湾人都不爱自己写 melody？ 无迄个就是政治，迄就是时代在战后的时阵开始政府对于歌有很多很多的限制包括又特别是台语歌禁说方言等等所以呢，很多唱歌的人他会想说我自己写词好了，因为你把词交给别人，那别人下把你去触犯到红线没有那种那于是呢写完词可是要曲怎么办？因为当时愿意写歌的人不多，那就只好拿大家很熟悉的日本歌因为当时台湾人对日本歌很熟悉嘛，因为就是日本的统治刚结束嘛，所以当时的台湾人
爱听日本的某一款歌啊，于是呢就拿很多日本歌很闲那时候有没有版权观念，拿日本歌直接来写台语词最快吼，那所以就直接买了日本的卡拉等等吼，来做这样的事情。那所以这起时代的无奈啦吼，像洪一峰老师他自己会写曲嘛。所以他用日本翻唱就比较少。那像文夏老师啊，还有洪地七老师，因都用真侪日本翻唱的歌。那有人问过一个问题，讲迄个洪地七老师甲洪一峰老师两个人敢有亲情关系无？吼，这两个完全无亲情关系。伫个时代的转变化之下，洪地七老师的歌。因为政治，因为环境的关系，所以伫卡拉 OK、KTV 唱的无遐尼济吼。除了我甲你介绍的这两首歌以外，其实伊还有几首大家熟悉的歌吼。他当然有一首歌是我个人很爱的，叫《离别的公共电话》，你一定没听过，我让你听一下。无一句消息，行到车站边，想要坐车，心情要离。提起车站的公用电话，就是满腹的味。痴情的情是挂袂离，再会啦，离别的电话，痛苦的言语。我个人很喜欢这一款曲风这一款日本式的演歌。那洪老师在唱这个演歌，他没那么花腔，有一些演歌很花腔，有没有？但洪地七老师并没有那么花腔。然后那个离别的公共电话，在月台就是要搭火车打电话给他爱的人说再会啦吼。公共电话好凄美哦，现在已经没人在打公共电话吧？你几年没打过公共电话啊？我现在连迄个公共场合的公共电话到底伫倒我都唔知呢。细汉的时阵，我定定拢做法都足紧找到公共电话，现在拢无法度。我心里有个人的期待，我希望今年的这个金曲奖嘛会当介绍到洪地七老师。我嘛透过这个机会，互大家熟悉洪地七老师。其实还有真侪当讲的代志，未来有机会再讲给大家听。好，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的话，邀请你可以上我的粉丝专页，你可以打钢琴诗人王俊杰，我每一集节目都会留下一则贴文在上面，你可以跟我分享你的想法，我会跟你回应，那你也可以私讯给我，那你愿意的话，也在我的收听平台帮我按评分5颗星，然后把我的节目介绍给更多的人。近年有听众在我的留言顶管讲，喜欢我介绍乐团编曲会不会再介绍其他的团？会哦，隔些时候好不好？好，希望今仔日介绍的这算漫谈你也当介意。那我们下一集节目再会咯，离别的公共电话。不通好，我是流浪人。再会啦，离别的电话，最后的言语。